你说的哦，就是要主办单位找你哦。那个徐佳莹，便当吃快一点。对不起，徐佳莹来了没有？好吧，你看徐佳莹，你再多吃一个便当，我可以多唱2首歌。你的心情是很矛盾，是他要多吃一点，还是少吃一点？还是我要多唱一点？多唱一点。现在是我的主场，支持我就对了。那个心中有矛盾的，到旁边等一下去辅导你们。好，这首歌叫《改油印》改油印是阿美族的话，这个话叫做美少女改油印，念是改油印。有机会到部落里面讲改油印，那些小姐会很开心，来承认改油印没了。改油印。好有改油印。很国际有没有？国际观点。我刚刚在唱英文呢。So你 love tonight。怎么讲 ？love。好，改油印一起学啊！当我唱嘿，有的时候就一起回来，一起试试看哦。和声帮忙，那个提保声。混入声，他真的是提保声哦，真的400公尺。旁边的是便利商店的工读生，也不错啊，真的很认真尽责，都是做大夜班。他以前很瘦，大夜班太累又很饿，有做过工读生的都知道。又很无聊，只好吃东西。好，总焦点。唱嘿，有的时候一起回答改油印，试试看吧。嘿呦，改油印，乌玛嘎乌拉罕，嘿呦，改油印，乌玛嘎乌拉罕，嘿呦，改油印，乌玛嘎乌拉罕，嘿呦，改油印，乌玛嘎乌拉罕。会唱了哦。有的话叫主音过来哦。他看到彩虹，怪他看到彩虹，等下看到彩虹他会单刀，你就知道了，他会拔出来而已，已经在刀鞘了，你知道？要唱啊！心里不要有压力。